上要出宫进前，有下面叫我着照顾魏娘娘，所以除了我的心腹，啥物人也袂用接近魏娘娘所住的翠明宫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奴婢当然是明白咯，就是安尼先做。魏娘娘生下迄个王子，这件代志才袂泄露出去中。也毋过，这个魏娘娘身躯比属后遐个人咧。这我已经有准备啊，马上。在。你伊家庭事，魏娘娘生产的时阵，有伫边仔伺候的人，不管是啥物人，拢袂用甲我留外口。斩草除根。什么人？拜见娘娘，娘娘，皇上甲这位王爷已经出城去了。娘娘，这是南方的好机会，皇上去游江南山，也那呢，咱就免用到一点点的困难，就会当完成咱这条万全之计了。四皇子、四公主，这是天意。但是，啥物人做皇后，这嘛同款是天意，恁讲对？啊，当然。娘啊，我早就看出，迄个魏妃吼，毋是有福气的人，伊凭什么资格要甲人做皇后咧？都对，人讲乌鸦飞到倒位，伊嘛是乌鸦。妈哟！我去在。家话免讲，皇上要出宫进前，有下面叫我着照顾魏娘娘，所以除了我的心腹，啥物人也袂用接近魏娘娘所住的翠明宫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奴婢当然是明白咯，就是安尼先做。魏娘娘生下迄个王子，这件代志才袂泄露出去中。也毋过，这个魏娘娘身躯比属后遐个人咧。这我已经有准备啊，马上。在。你伊家庭事，魏娘娘生产的时阵，有伫边仔伺候的人，不管是啥物人，拢袂用甲我留外口。斩草除根。什么人？去游江南山，皇上待我，我够意，我求我的，你的皇上，最后一次，娘娘，你千万莫安尼讲，是因为小殿下这个生产，伊身体阁遐尼虚弱，唔该忍受袂了，只要以后食一寡药啊，你真紧就会好起来。
兄，大公公，吉伊咧？哎，第二有派人守在咧中门外呢，不准任何人出入翠明宫啦。是为什么？伊讲这是皇上命令伊照顾魏娘娘的，是命皇子行事的。杨哥，你娘即摆破病啊，这么严重，敢讲连一个义义都不准进宫？娘娘，第二不但不准奴婢出去请伊，甚至会当翠明宫所有人互赶走都无半啊！即马将来，甲咱奴婢甲着听宫人两个人来思考娘娘啦。娘娘，路边小弟靠近娘娘。啥娘娘？小弟，你哪一款狼狈？哈？我都拄啊安尼水沟爬入来啦。哈？娘娘，弟娘娘为着要无大你王后的保卫，准备日头要落山以后，要来无限娘娘甲小殿下。啊？路边冒死来禀奏娘娘，请娘娘紧将小殿下带走。小弟，这个代志你若向家友知影吼，你会受连累。你赶紧走，这个所在我甲听宫人会想办法。哈，你紧走。娘娘，路边告退。大公公，即马皇上不在宫中，第二娘阁假执行事，即马出面宫外拢是伊的心腹，咱是要安怎咧？这是，对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娘娘，不如互奴婢来抱小殿下，来对水沟来逃走。为着我皇帝的性命，我只好安尼。娘娘，你，我三是对，本来就无性命。我不要紧，你没有得气。娘娘，皇帝呀，皇帝相君当家。
心，我一定要来辜负掉你的重托。大王公，即马天就要暗啊，你还紧走啊！啊你咧？我要留落来照顾你。大王公，紧走啊！我都袂赴啊！